大家好，我是 Fairy，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无脑流雪怪的续集，叫做弹跳雪怪。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有3点，一个纠正，一个补充，跟一个拓展。之前我有说过雪怪是不怕弹簧的，那这个表达不是很正确。那我也有跟客服去核实了一下，那雪怪是怕满级的弹簧的。那非常感谢大家指出我对这个兵种理解的一个盲点。补充这一块，重点来说一下小雪怪的一个数量。不同等级的雪怪，它携带的雪怪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级，它会有8只，那你满级的话就会有10只。女巫它释放出来的兵种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它活着就可以一直释放。但是雪怪它释放出来的兵种是有数量的限制，等到身上的小雪怪全部都释放完了，那它肩膀上的篮子也就空掉了。而释放出来的这小雪怪可以跳墙，像我们的野猪一样，也可以进行攻击，跟矿工一样，见什么打什么。那拓展这一块，我们今天就是重点来说一下这套无脑流弹跳雪怪到底是怎么打的。首先在打之前，我们先来对弹跳跟地震来一个具体的一个对比。那之前在第22期的时候说过愿天女飞龙球地震，那当时底下的留言议论纷纷，很多人指出可以用弹跳来代替地震。那今天我就来一个彻底的分析，大家根据自己兵种的情况和自己对不同药水的一个把控能力来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药水。很多打法其实没有对与错，只有适合不适合。我们先说一下弹跳跟地震的一个辐射范围。首先弹跳直径是7格，那圆心点我们找的是大概3格左右，而地震的圆心点我们满级的大概找的是5格左右。所以有些阵我们地震阵的话是可以震开3面墙。而弹跳更多的情况下是辐射到2个墙。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地震震墙的时候我们需要4个地震，相当于2瓶弹跳。这就意味着地震你去开墙，我们的辐射范围是小于等于10个的。弹跳它的辐射范围在同等空间下是大于等于14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一起放，可以隔一个墙去放，效果会更好。等会会在后面的视频会跟大家进行一个演示，怎么放弹跳效果会更好一点。从作用效果来看，弹跳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满级的是80秒，那不同等级它的有效时间也是不一样。可是地震它的作用是破坏性的，除了可以把墙震开，而且可以辐射到旁边的这些建筑，对建筑也是具有一些破坏力的，可以帮助你前期的部队进行一个攻打，节约时间。但是地震对储钱罐、渗水罐跟黑水罐子是没有作用的，弹跳对建筑也是没有任何伤害的。那他们2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车、对野猪和矿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该怎么跳怎么跳，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当然对空军也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因为空军已没有受到墙的限制。前面全部说完了，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36期说的时候配的地震是8个，这样可以打通整个地图的路线。那今天我们换成3个弹跳就足以让你打通整个地图的路线。我们先以回字阵举个例子，配置带的是9个胖子、11个雪怪和2个女巫，援军要的是工程营跟雪怪。先是在你要进攻的这边路线靠近大本的地方，用工程营进行一个断边，断6点往9点方向的边。那另外一侧是3点往12点方向，用胖子、1个女巫跟1个法师进行一个断边。等到这2边你要进攻的路线断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放弹跳跟主部队。先放1个弹跳靠近大本的地方，然后放你的主部队胖子、雪怪跟4个丸，放狂暴爆掉大本，再放第2个弹跳，让雪怪可以靠近中心投石炮的地带。那第3个弹跳就靠近多头塔的地方，但是我放弹跳这个有点歪掉了，其实放的还是不够好，第3个弹跳没有放好来。那用地震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先放地震，一个个点慢慢来，圆心点也好找，更多的给你思考的空间。但是用弹跳的时候需要非常快速的判断大概的具体位置，如果你一不小心
放的不够好，有可能你的兵种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你们想要去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弹跳比较适合一些对药水把控能力比较强的一些玩家，而地震适合一些新手，对范围还不是非常敏感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地震来代替弹跳。当然，在防山阵当中也是受用的。其实思路跟36期的差不多，也是两边先进行一个断边。那36期的那个是雪怪地震，雪怪量比较大。这边的话，先配了胖子在前面扛人伤害。那需要你要进攻这个路线的两边要断边。他的9点方向行院的胖子、女巫和法师断边，然后紧接着就靠近大本的方向放了一个弹跳，因为放弹跳所以不会去触发他，这样也比较好打。然后主部队进去把大本爆掉。再放第二个弹跳，往天鹰的方向进去。就你打完一边再去放弹跳，不要一下子放3个下去，这样有可能时间不够。就弹跳在这个流派里面要慢慢的一个个放，不像地震的话，我们可以一次性把8个都放下去。这是打这个流派我们要稍微注意的一点，所以整个阵就这样子被打下来了。其实说实话，就像13本初期这个流派还是很强势的，但是如果等到科技上来的话，这个配置可能要进行稍微的一个调整。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记得要关注我哦。视频的下方有很多的链接，是关于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话题。好啦，那我们下期见，爱你们，么么哒。でもそんな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じゃほら心は死にがすみやもっともっとドドドンドンドドンドンド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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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